大家好，歡迎收睇100公里單車遊。好耐都冇踩過100公里啦，咁就見到迪卡龍有一個2026騎禦8公里嘅活動啦。咁今日就報名去玩下。今次活動個報名費係29.9啊。完成咗100公里挑戰之後，就可以返去門店嗰度領取一塊紀念獎牌。咁而家就踩過去迪卡龍同各位集合先，之後先再慢慢介紹今日嘅行程。OK 啦，而家踩到過嚟山姆啦。咁呢度咧就有一間迪卡龍啊。今次嘅活動咧就係喺呢度報名啦。嗱，咁而家就咩㗎啦？係啊，而家啱開始。總之就100公里返到嚟，跟住就係咁啦。而家開始計啦，係啊，而家開始計重新嚟過啦。總之100公里後就會返嚟呢度攞獎牌㗎啦。OK， 開始計時啊，開始計時啊。今日我哋3個人參加呢次活動，就係因為呢一塊獎牌，所以今次先吸引到我哋去報名。呢塊獎牌我自己覺得好有特色。獎牌個背景設計係以川藏3800米海拔做主題，獎牌個造型係以公路車個前輪為設計。咁佢個特別之處呢，就係個前轆係可以轉動㗎，咁就出嚟成個效果都係非常生動。咁我自己覺得，如果係鍾意踩單車嘅話，呢個獎牌係絕對值得收藏。咁而家簡單講解下活動嘅規則。由於佢係屬於一個休閒嘅活動，所以獲取獎牌個方法就好簡單。喺活動期間，只要踩夠26公里就可以換取獎牌。另外亦都有一種挑戰嘅玩法，就係累積騎行滿100公里嘅話，亦都可以另外換一個100公里嘅徽章。規則亦都非常簡單啦，佢就唔限你踩咩路線，亦都唔限你踩邊日。你可以今日踩20公里，聽日踩30公里，之後留返下星期踩50公里，累積夠100公里都得。咁作為一個單車頻道嘅博主，冇理由100公里分開幾次踩㗎嘛。所以今日就一次過踩晒100公里，之後再返去迪卡龍嗰度領取獎牌。咁而家就簡單講解下今日個路線先啦。起點就係迪卡龍，之後就會沿住國道105踩去中山沙溪鎮，之後就會經城貴公路踩返去中山三鄉雍密村嗰邊食午餐，食完午餐之後就踩去唐家灣嗰邊，亦都安排咗下午茶可以補給。最後就係由唐家灣經情侶海邊路，之後就返去迪卡龍門店，咁就預計應該啱啱好有100公里㗎喇。城貴公路啊，先有啊，前面先有到啊。而家踩咗30公里，位置嚟到中山沙溪外圍，經過咗30公里嘅熱身之後，咁而家就踩緊去城貴公路嘅方向。城貴公路係珠海同中山嘅車友最熟悉嘅道路，
城貴公路全長超過10公里啊，總共大概有3段起伏路。為今次100公里嘅路程增加少少挑戰性。而家右手邊係廣東國家中山森林公園，前面就係城貴公路交界路口。咁就挑戰城貴公路之前，而家就揾間便利店進行補給先。逆風爬坡啊！逆風爬坡啊！而家時間係中午啊，亦都係氣溫最炎熱嘅時候。只要捱過呢段路，就可以去食飯啦。最後10公里啊，食飯啦，頂住！終於爬完城貴公路啊！咁而家踩去三鄉嗰邊食一間水磨農莊。呢間農莊大約3年前去過，其中佢個招牌黑白豆腐係非常之出名。正啦，呢度睇下係嘛？可以影下相啊呢度。國溪濕地公園啊，呢度即刻帶翻你哋去翻啲陰涼嘅地方啊！咁呢個地方咧，就之前中山單車遊第118集就介紹過噶啦。呢個地方另外一個名叫做御龍山綠道，因為佢個位置就喺雅居樂御龍山後面。咁呢條綠道係通向雍密嘅一條捷徑，因為第一次過嚟呢度嗰陣係落雨水浸，所以就唔多唔少都有影響到第一次嘅印象同埋觀感。今次第2次過嚟個印象就舒服好多啦，風景都係好靚。而家踩到入嚟愛塘新村，咁水磨農莊就喺呢條村入邊。而家踩咗60公里啦，我諗大家都肚餓啦。估唔到呢條村環境都好靚。終於都食飽啦，咁就休息咗好長時間。餘下嘅行程剩返35公里，只要正常發揮，咁就可以完成今次嘅活動啦。咁而家就離開三鄉，踩去唐家灣方向。而家嘅氣溫係非常之炎熱啦，體能消耗得非常之快。所以喺唐家灣呢度安排咗下午茶，恢復休息。
而家係79.79啊。總之就翻到去再睇下幾多先啦。翻到應該係啊，翻到應該可能99或者98啦。終於嚟到最後一段路啦，就係由情侶海邊路踩翻去迪卡龍門店。而家望出去，沙灘風景係非常之靚。而家入到嚟梅華東路，亦都係最後一條直路，終於嚟到尾聲啦！而家已經踩咗97公里啦，剩翻最後3公里。而家踩咗98公里啦，剩翻最後2公里。前面就係迪卡龍啊！喂，唔夠啊，唔夠啊，98啦！嗱，而家就其實已經係到咗迪卡龍噶啦，不過馬標就顯示係98.5公里啊，仲有1.5公里，咁就喺外圍踩到100公里先入去啊！喂，99啊，仲差1公里啊！我偷偷佢先啫。喂，等陣我都未得啦，我未夠數啊，我未夠數啊！喂，我99.88啦，99.93，99.94，99.95，99.96，快啲啦，99.97，99.98，99.99，嚟啦，應該到啦，100啦。今日總共踩咗121公里，活動踩咗100公里，迪卡龍門店來回21公里。雖然100公里唔算長，但係而家夏天啊，我哋係頂住猛烈嘅陽光踩城際公路，體力消耗得非常巨大。去到後面亦都有隊友抽筋，不過最後都咬緊牙關踩埋落去。最後都好開心，大家都成功挑戰，並且獲得獎牌。獎牌非常之靚，極具有收藏價值。你可以睇到個盒係寫住318，其實就係角度318，背景就係川藏高海拔嘅圖示，仲有佢個前轆係可以轉動嘅，代表每一位獲得獎牌嘅參賽者都係經過自己嘅努力同埋鬥志去完成今次嘅挑戰啦。咁今次踩單車100公里就到呢度結束啦，下次踩單車再見。